多謝大家出席今日嘅記者招待會。我將會向大家簡報有關今年發出嘅2023-24課稅年度個別人士報稅表、財政預算案及施政報告建議嘅稅務措施、利得稅電子報稅最新功能同埋2023-2024財政年度嘅稅收情況。今日稅務局發出咗大概係244萬份2023-24課稅年度個別人士嘅報稅表，其中大約67萬份係電子嘅通知書，177萬份就係紙張嘅報稅表。選擇收取電子通知書嘅稅務易用戶就可以喺即時上網查閱同埋填交佢哋嘅報稅表。而其他嘅納稅人就大概會喺1-2日之內就收到我哋郵寄嘅報稅表㗎啦。咁首先想講一講就係喺2024-25年度財政預算案入邊有關嘅一啲稅務措施。今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入邊財政司司長係提出寬減2023-24課稅年度嘅利得稅、薪俸稅同埋個人入息課稅100%嘅稅款，每宗個案嘅上限就係3000蚊。賺取租金收入嘅人士如果符合個人入息課稅嘅資格係可以通過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而獲得寬減嘅。納稅人可以喺填寫2023-24課稅年度嘅個別人士報稅表嘅時候申請個人入息課稅嘅。另外財政司司長係建議由2024-25年課稅年度起，薪俸稅同埋個人入息課稅就會實施標準稅率嘅2級制嘅。如果納稅人係以標準稅率計算嘅稅款嘅話而佢嘅入息淨額係超過500萬元嘅時候咁佢首500萬元係仍然係會以15%嘅稅率計算，而超過咗500萬蚊入息淨額嗰部分就係會以16%嘅稅率去計算嘅。而所謂入息淨額係指佢入息總額減去一啲扣除總額，即係例如慈善捐款啊、自置居所貸款利息啊咁樣，而就唔包一啲嘅免稅額咁樣嘅。咁除咗財政預算案之外喺2023年嘅施政報告亦有一啲稅務措施嘅建議嘅，其中包括就係由2024-25課稅年度起，納稅人如果符合某啲嘅特定嘅資格即係包括我一陣會講嘅條件佢嘅居所貸款利息或者係住宅租金嘅扣除上限將會由而家10萬蚊嘅基本扣除限額增加2萬蚊嘅額外扣除限額，至到12萬蚊嘅。咁我先頭講嘅特定資格就包括納稅人係喺有關嘅課稅年度之內係同喺香港同佢嘅子女同住，為期至少連續6個月，或者如果係唔夠6個月嘅話就係稅務局局長認為有關嘅情況係屬於合理嘅情況，係可以接受啲較短嘅時間嘅。另外嗰個子女需要係喺2023年10月25號或者之後出生，同埋喺嗰個課稅年度內有任何嘅時間係未滿18歲嘅。咁要有一個額外嘅扣除額就係個納稅人所繳付嘅居所貸款利息或者合資格嘅租金金額佢需要多於嗰個課稅年度嘅居所貸款利息或者住宅租金嘅基本扣除限額嘅，即係話多過10萬蚊。而納稅人係需要以書面嘅方式選擇同時使用居所貸款利息或者住宅租金基本扣除限額同埋額外嘅扣除限額，去釐定嗰個年度可以容許扣除嘅款額嘅。而每個納稅人可以喺總共19個課稅年度之內獲容許扣除居所貸款利息或者住宅租金嘅額外扣除限額嘅。關於居所貸款利息同埋住宅租金額外扣除限額嘅資訊如果係有興趣可以上我哋網頁呢個網址度睇一睇嘅。我先頭講嘅嗰3個稅務措施個條例草案已經提交咗立法會審議嘅。咁而如果通過咗之後我哋就會按照法例去執行㗎啦。除咗先頭講嘅嗰2個提升嗰個扣除限額之外2023年嘅施政報告仲有另外一個稅務措施嘅，就係為咗鼓勵夫婦喺最佳嘅育齡期同及早生育就由2024課稅年度起，薪俸稅同埋個人入息課稅之下將會設立一個輔助生育服務扣除開支嘅項目。而每個課稅年度嘅最高扣除額就係10萬蚊嘅，而可以申請扣除嘅範圍只係限於納稅人喺本港持有認可牌照嘅中心為接受生殖科技程序而支付嘅必要開支。所以納稅人如果要申請呢個扣除需要係向嗰中心要求發出一啲收據啦。另外亦都要同時要求嗰持牌中心嘅認可專家或者負責人發出一個係叫做標準格式嘅輔助生育服務合資格支出證明。咁而納稅人亦都應該由有關嘅課稅年度起完結之後起計保留嗰啲文件6年，咁以備日後如果稅務局需要查閱嘅時候佢哋可以提交嚟作為佢哋扣稅嘅憑證嘅。咁而呢一個扣除項目政府計劃喺今年內係向立法會就稅務條例提出修訂草案去落實嗰個建議嘅。咁而關於呢一個措施需要多啲嘅資料都可以瀏覽我哋網頁。好啦，講翻提交報稅表啦。先頭提到我哋已經向244萬納稅人發出咗報稅表啦。納稅人需要準時喺1個月之內，即係6月3號或者之前填妥同埋遞交報稅表嘅。而經營獨資業務嘅人士交表嘅期限就3個月，即係為8月2號之前嘅。所有經網上遞交報稅表嘅納稅人都可以自動獲延期1個月，即係話網上報稅嘅納稅人一般係可以延期至到7月3號交表。如果網上報稅嘅納稅人而有經營獨資業務嘅就可以延期至到9月2號先至交表嘅。我提醒納稅人喺填寫報稅表嘅時候所有嘅金額應該以港元填報啦，同埋唔好填國啊分啊咁樣，同埋填妥之後仲要記得簽名啦。如果唔係個報稅表就無效嘅。仲要準時遞交報稅表啦，以免觸犯有關法例。最後就話喺你哋投寄嗰個報稅表嘅時候，如果你選擇郵寄嘅話就記得係附足足額嘅郵資啦。呢度我想介紹一下我哋嘅利得稅電子報稅啦。我舊年已經推出咗一個新模式嘅利得稅電子報稅嘅設施㗎啦。而家法團同埋業務可以透過稅務易以電子嘅方式提交2022-23課稅年度嘅利得稅報稅表，同埋夾附所需嘅補充表格、其他表格、財務報表同埋稅項計算表嘅。
如果納稅人選擇透過稅務易以電子方式填報利得稅報稅表咧，仲可以申請額外延期1個月提交報稅表添。喺今年4月咧，我哋係推出咗經過優化嘅稅務易利得稅電子報稅嘅版本，去提升同埋更新我哋呢項服務嘅功能嘅。新版本咧就包括咗已經提升咗嘅稅務局 iXBRL 嘅數據擬備工具啦，係便利法團同埋業務去擬備所需嘅數據檔案嘅。亦都有更新版本嘅稅務局分類標準準則，以涵蓋會計準則嘅變更同埋稅法嘅修訂。另外就係有第一版嘅繁體中文稅務局分類標準準則，同埋繁體中文版嘅稅務局 iXBRL 數據擬備工具。咁我希望業務同埋嘅稅務代表都盡量去使用我哋嘅電子平台去遞交佢哋利得稅報稅表啦。咁而有關嘅利得稅電子報稅詳情咧，可以參考我哋呢一個網頁啦。而我哋網上咧亦都有呢個示範咧，係介紹點樣去用電子方式咧去填報利得稅嘅報稅表嘅。呢度我想借呢個機會咧，就提醒市民咧就要提防一啲欺詐嘅電郵。喺近嚟咧，我哋稅務局留意到咧有聲稱又係我哋本局發出邀請收件人申請退稅嘅一啲欺詐電郵。我哋喺今年3月咧曾經發出咗2次嘅新聞公佈啦，提醒咗納稅人咧需要提防呢啲欺詐嘅電郵嘅。咁但係之後咧，我哋都發現仲係仍然有一啲呢一類咁嘅欺詐電郵。我藉呢個機會咧，想提醒納稅人咧，稅務局只會以指定嘅電郵地址，即係 ird.gov.hk 去通知納稅人登入佢哋嘅稅務易嘅帳戶，去查閲佢哋嘅稅務狀況。我哋並唔會喺電郵度話你有幾多錢要交，有幾多錢會退俾你咁樣嘅。我哋都唔會喺電郵嗰度咧附上一啲超連結，要求納稅人提供個人啦、銀行帳戶或者信用卡嘅資料咁。咁納稅人應該提高警覺啦。如果有呢類咁嘅電郵咧，就唔好開啟入邊嘅超連結啦。好多謝各位。